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弱势团体唔拿捐款减少，连庇护工厂烘焙做饼的收入也是减少真侪。搁再经过10外天，就是中秋咯，家己捐一寡庇护工厂礼盒，销路是比去年搁较歹，实在是使人烦恼。庇护工厂的校员，大家拢真专心咧无用手头的工课，有人熬纸壳啊，嘛有人咧做饼。家己捐面向落地基金会，深深奖励校员学功夫，增加收入，嘛增加对因家己的认同。也可以得到他们的成就感，说哦，原来我们也跟一般的人一样，可以做到这种能力。中秋节就要到啊，家己捐的庇护工厂拢希望透过制作礼盒来增加收入。落地基金会讲，感谢一寡大企业的支持，最近阁增加袂少订单。不过，嘛有较细间的庇护工厂讲，到单的订单也是比去年减1/3。往年有，比如说有50家中小企业帮我们订过，今年大概剩下120家，落差非常大。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失业了，没有工作了啊，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，饼干这种东西是可有可无的。他们就不会想要再去添购这个手工饼干的部分。家己捐的庇护工厂，因为这2档疫情的关系，经营是愈来愈困难。家己捐劳工村的发展处呼吁各界会当支持庇护工厂，让社会弱势的人会当继续来有较好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